摕要煮三顿呢，哦，起起空空啊，一家到三拢啊，真正着，要来煮三顿。但是阮自家就讲，啊，你是要来创啥？伊讲妈妈教我要煮三顿，哦，伊讲阮到尾咧煮三顿诶，你毋通起来遮早个才煮三顿，你著去较晚吼，30几岁，啊，你嘛要买阮的哦，你买你摕，哦，买你甲你多伊买起来，爸爸妈妈要食啥物拢毋知。啊，过也是毋知有了会晓问的，我就唔清楚啦，都无清楚啦。所以这种的师傅咧，甲咱以前无共款，甲阮这代无共款，真正无共款。我以前是爱去煮饭的咧，有时啊吼，煮到尾4点就爱去煮饭啊，公公吼，我爱上班，我4点5来去煮饭啊，因为公公现象了5点就要食饭啊，两个查某囝爱带饭，啊，无法袂婆婆咧，所以过啊。阿嬷叫我叫外婆婆点讲，学就开始来料理个代志，你用再去上班。所以而且只要咱做好习惯了后，勤俭做，一个勤俭的媳妇是会被疼惜的，那么而且在刚才讲，一个愿讲，一个愿听，其实身为婆婆的咱，一定爱甲咱的经验、贵气，讲互人听。那么我为我讲我年轻妈妈讲见人，大家用讲真诶，讲安怎，我妈妈我知影听无共款，用无共款，用讲电视就讲袂落来。啊，老菩萨就是安尼，讲过去变讲过去，啊，对着他倒来讲袂去，这是老人的下德。那么一个月前一个月听，当媳妇的我们要非常愿意的听。妈妈你讲咱的经验，其实经验就是耶稣在，经验就是耶稣灵，那么而且伊讲，就是讲婆婆当欢喜，媳妇要甘愿，没错，所以当婆婆的我们要非常的欢喜，那么媳妇做每一件事要非常的心甘情愿，那么其实这是不一定嘛，咱是摕出来刚做一些颜色常客，那么而且呢，我讲健身。伊说咱健身，就我发现在，咱健身用拖拉机来车，伊说我去坐时阵呢，阮先生这边你看在拖拉机车、电视、冰箱、乌冬麦、车、这个车，即马无人咧抢起来，所有的物件我坐过来，但是即马拢无，即马要大师傅做简单的，只要两骹背箱，是呢，再两骹背箱在内面抢拖拉机，因为即马啥物啊？大家厝内底所有的电器这边拢有啊，只要记着，伊会愈少。那么而且咱有看这家长多年咱有看家长迄个做衣服，有人咧看，会看，我阿孙咧有看，你看婆婆迄个偷看，因为互他会看迄个家长是伊啊周茂秋领导铁分师来，从铁分师呢，伊应该是个教育班一个讲。你看这4年的教育是咧学啥物样知？像迄个昆刀啊，学迄学后摆若爱袂记爱学迄计算咧做的咧照因所讲的3项计算，我就是注意听咧，啥物计算啊？原来第1项就是爱加了后爱套准公式，爱第2项就爱相互告诉。像子呢，要知影囡仔是简单的，现在囡仔资讯都发达，要学啥物拢有。像阮这阿孙，囝仔上来，婆婆，你的手机借我5分钟。我说好，借你5分钟。那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要看棒球手套，对不对？看棒球手套还是手机借的人看棒球手套的人。那么怎么教这个孩子？为囡仔是。手机啊，互你平板电脑，互你阿嬷来创啥，一起看游戏，看2点钟，看1点钟就有，还是看卡通。阮这阿孙不是，伊妈妈教不了，爸爸嘛教不了，所以借5分钟，还要记起，而且今日5分钟来记起，来7点来叫，我哋厨房要煮饭，有个起来，婆婆5分钟到了，手机还你，谢谢你。都是这个的相互告知，以下都按勤俭持家，讲小富有俭，大富
由天吼，啊，就是讲咱建议做人的媳妇、做人的太太，爱拥有着这三项的特征。好，来讲到这个夫妻之间，其实夫妻之间，当然啊，像咱这规有亲修的现象哦，就可能会去牵涉到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姻缘。那么咱其实夫妻之间哦，啊，以咱的目标来对咱讲，因为这个伦理没有办法伦理，夫妻之间真的没有办法伦理，只能够讲伦理，因为夫妻是10年修来同船渡，像咱安尼10年修来，咱今日当共同搭上一家培养的方式。